fit 包女5年，小環老公自爆帶小三回家。係咯，因為我唔同，係我唔批准佢上狀婚。唔係啊，我係小三啊，Lala係正㗎咪。哇，講小三講得咁輕鬆嘅，阿譚小環老公 Eric 咧，明明前排俾雜誌爆啊背妻偷食嘅噃，尋日仲有讀者爆啊個小三暗交咗5年添啊，唔通真係兩女共侍一夫咁 open？想創你個心啦！人哋講緊個小三係屋企新成員 Poodle 狗女 Lala 咋，佢哋兩公婆都不知幾恩愛。前晚又喺 Facebook 度 po 撐台腳相啦，小三咩嚟㗎？食得㗎？有啲咁嘅新聞出咗呢，即係你知我做我呢一行呢，就即係我都叫幾高級。曾經俾我炒走嘅人都唔一次都800㗎啦。好多人就有人會趁住有咁嘅機會啦，仲唔打去落井下石咩咁樣？有啲咁嘅指控呢，我覺得最重要呢係佢要有證據先。但個報料人就話你啦，仲有另一個紅顏知己，係小環手作鋪同魚蛋檔嘅 partner，講到實牙實齒嘅噃。就我同佢關係呢，我當佢係細佬嚟嘅。咁呢個指控呢，反而我最嬲，即係你嗰人即係唔好咁衰，即係唔好咁衰害人。你無啦啦，即係你想害我，你罪本啊，係咪？可能我有嘢得罪你。連呢啲咁無辜嘅朋友都想拖埋落水，啲心地真係好差咯。不過人哋心地唔好，就影響唔到小環對老公嘅信任啦。我覺得係好搞笑啦！呢啲傳聞其實冇一樣嘢，我覺得係合理啦。即係我相信咧，除非我老公係有3胞胎啦，佢可以喺同一時間係分身去3笪地方，幾頭住家就可以維持咁耐啫。呢個關係根本上真係呢啲係無中生有。仲話如果老公真係有小三，唔使等爆料，一早就會俾狗仔隊影到喎。由95年6月20號做到而家嘅蘋果員工得66個㗎咋，多謝佢哋20年嚟同蘋果同渡風雨。